台中市政府继续来推动着台中美乐地的计划，投入着1200万，打造全龄化公园，甲公园打造做适合老中青三代拢适用的休闲的环境。囡仔算甲真欢喜，台中市政府继续推动台中美乐地计划，开1200万，打造南屯丰富公园特色的游乐场。不管你是几岁，大朋友、小朋友，身障的，或者是一般正常的小朋友，他其实都可以共同在这个地方共同游戏、共同游玩。这个游乐场挖台中市爱心家园，为了照顾无共身心能力囡仔的游乐环境，佫有设共用式的旋转盘、牵手加沙胶。我最喜欢的就是跟小朋友一起玩。所以你觉得这个公园好玩吗？好玩，但是滑滑梯很好玩。建设局提醒家长，带囡仔来这佚佗，爱注意安全，安尼才会当耍了安心佮欢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